是安怎较好嘞？哎呦呦呦呦！少年，来，安怎啊？这，我看你哦，这移动反乌，最严重的啦。啊！若是无紧处理哦，不出7日，必出山啊！天机不可泄露。若是要知，莫听一寡意思吧。你看卖啦！这我都无财产，10块尔。10块？好啦，我看你才有生意的份，我就报一只你知？啊？还一条啊？一只药啦，是明白啦。你照这去签，哦，就无唔对啊。这敢真正会对？会啦，紧去。我先刷啦。今日咧开奖的号码是第1号01，第2号02，第3号第4号第5号第6号第8号，是空白吗？是空1。我对啦！对啦！宝贝，我今日有事要来讲。宝贝，就是我要甲你分手啦。啥物？为啥物？你想个啥啊？我一个月敢若甲你摕5万块尔，你拢摕袂出来，安尼我想安怎？搁去找我另外一个查某朋友呢？查某朋友？哎呀，无啦，所以要甲你分手啦。好啦，宝贝，你先慢，我甲你讲一个代志。什么代志？你看，这届大儿童，我中头奖啊啦！啊，无啦，我甲你发生笑啦，你就爱你的啦。你来这甲我6头奖呢？啊，伊就是一个生咧报我呀，行，我带你找伊。好啊。生咧。回啦。哦，所以你讲的话真正是12月肉汤。你讲的真正是老月肉。菜心啊，迄6月挂菜，种菜心迄就叫仔囝尔有敢无咧？所以人讲人6月挂菜就是讲人迄有心啊。12月肉汤吼，就是迄寒天天气寒啦，迄肉汤内底拢是有迄寒天伊有会结冻啊。所以即句话就是咧讲稳冻的意思啦。即个句吼，迄共款的话就是人讲12月肉汤迄共款的话就是有迄鸟鼠皮牛角。就是讲，鸟鼠做伫牛角内底啦，迄种无路好走啊，所以照长期外口，迄十几条有诶，就是讲稳当当诶意思哦。若是迄6月挂菜吼，佫有另外一句是迄寒哪加烧金，迄就是咧讲古早时迄查某有无？伊寒哪迄出去烧金啊，毋过其实是要出去讨客尔啦，只加有迄个心要去烧金尔。所以即个答应该是。12月肉汤稳冻啊，真咧讲诶，迄拢稳得到诶啦。你好诶，阿公等下要出去一下，恁上家咧涂骹扫扫会好。好啦，阿公先来走啊。先来走。
有人知影无？举手。2号。细汉头湾，大汉头干。咁是安尼？唔对哦。第二是。对，就家己面无吧，万看人大尻川。啊，为啥物请咱老师来甲解释一下？家己面无吧，万看人大尻川，就是咧讲人牵拖的意思啊。你面无吧，甲人大尻川有啥关系？对嘛？啊，同款的意思，搁有咧，我袂晓哪个讲起。细汉头发牛，大汉头牵牛，就是咧讲迄教育的重要啊。细汉啊，无运吼，大汉就已经不袂困啦。同款的意思，就是搁有迄挂菜无绑，毋正重。囡仔无教毋正人，细汉也无教吼，大汉就跳教。家己面无吧，阮看人大学生同款的意思吼，搁有欠钱怨债主，不好怨皮肤，股票外资搁咧怨政府，迄拢别人毋对啊。所以做迄剧情吼，就是迄囡仔牵拖仔讲带歹物仔上来啊。所以这一个应该是家己面无吧，怨趁人大尻川。